歡迎收睇一節風暴消息。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有一個熱帶船喺香港約800公里範圍內，可能影響本港。喺下午9點，位於南海中部嘅熱帶低氣壓，集嘅香港之西南偏南約660公里，即係喺北緯17.2度、東經111度附近。要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10公里，大致向海南島。睇熱帶船路徑圖，熱帶低氣壓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55公里。該熱帶低氣壓嘅組織型較為鬆散，大致採取偏西路徑，移向海南島以南海域，與本港保持相當距離。1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明日中午12點，隨後天文台會視乎該熱帶船嘅強度變化、其強風區與珠江口嘅距離及本地風力情況，評估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過去數小時，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，而與該熱帶低壓相關嘅外圍雨帶正逐漸靠近廣東沿岸及珠江口一帶，該區會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海面有湧浪，請沿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，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。預測大致多雲，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，氣溫介乎27至31度，吹清勁東至東南風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，海有湧浪。展望星期六風勢仍然頗大，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。隨後2、3日天氣仍然不穩定。跟住講下本人預測就該熱帶船發出不同等級嘅熱帶船警告信號概率。預料天文台發出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係中等。因為預料其強風區有機會影響本港，但要視乎該熱帶船嘅強度變化、其強風區與珠江口嘅距離及本地風力情況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